继续要来讲这个中式的早顿，食糜配肉酥真速配，也毋过有传言讲这个食糜配肉酥是糖上加糖的食法。到底这个糖是要安怎来计算的？等一个营养师会开破互咱听。另外，这个营养师嘛来建议讲，食糜吼莫配肉酥，共换做卵，或者是肉片，搁配一份的青菜，安尼上理想。小富富的糜也有咧清烟，来配这香港广告好食的肉酥，这当讲是中式上界经典的，真侪人喜欢的早顿。毋过有传言像安尼，食糜配肉酥是糖，搁加糖的做法，甚至换做燕麦分量，即马就有9粒角糖，敢真正是安尼？那就是糖其实有2种写法啦，一个是米字边的糖，然后通常我们都是用来解释那个精致后的糖，像是方糖啊、砂糖啊。另外一个是酉字边的糖，就是我们在讲的碳水化合物，所以不可以只把它当成就是米字边的糖来计算它的含糖量。添加糖就只有糖分，但是这个白饭甲燕麦咧，也有微量的蛋白质甲膳食纤维。举例来讲，一碗糜大约0.2克的膳食纤维，同款分量的燕麦就2.4克。想要食较营养咧，燕麦嘛是一个袂歹的选择，但是油脂病患者就要注意。未精制的这些谷物的矿物质含量比较高，所以包含磷可能也比较高一点。那有一些可能在不同阶段需要控制磷的一些肾脏病患者，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，就需要特别留意。营养师嘛建议食糜时阵，避免配这个加工产品的肉酥，会使甲伊改换做卵或者是肉片，搁再配一份的青菜，安尼早顿比较较营养。